接下来带你认识一位搞石头的艺术家。屏东内埔的老家有一位艺术家林国基，伊是退休军人，现在还是呢，如果好画图哦，睇马祖作品家下受到总管的影响，开始接触到石头，天天呢了解到石头的艺术同实用性。退休的回到家乡内埔的，一路开始推广。喺太湖山下位流域，韩国河坝上，那位有嘅铁颜色，做各种嘅艺术品。林国基也发挥创意，同铁颜色做造型物品，还用交俾客家信仰文化，发展出嚟像文公园、从梨翁安尼嘅文创商品，希望能把使得发展做内埔嘅特色产业。佢哋好多擺經過彎彎彎彎嘅路，嚟到屏東東港海嘅水頭，讓熱生頭藝術家林國基愛前將每盤嘅最好材料貼上嘅。因為我哋咧石頭攏是遠到是太湖山，如果以前嘅水量有那麼重下，一般我哋釀石頭是講不會在我山當去挖山，都看老天爺給的顏色，吼。總量管制，我今天要給你一朵量，一路不挨朵量，兩位都一朵都算一朵，都按嘞。就太陽嘅我哋飲它的最佳時節，如果落雨天最好。愛前到合適做咩盤呢？貼上嘅冇按規，就睇落雨天過後係最好嘅機會。韓國意思幾下年來嘅創作功力，韓國好模式。第一條帶下嘅林國基來來回回，韓國河壩上嘅三條路。有陣時行為補水果，詳細嘅對外觀、形呢、紋理來斷。天咧也真有可能，將有了一可能，也結構好，改好，改硬實。天嘅重量感，越重量越重吼，表示講越直越mạnh。也可塑性越大，第三面色神，也紋路，因為也紋路有關係到我哋做咩盤嘅好快，因為我哋要搭配也種嘅自然的色系啊，就是融合這個石頭嘅刺眼性，做出來石頭會更是好看，自然性更夠。貼上嚟嘅外表可以來係茶色嘅，底背嘅質係烏色嘅，紋理係認真數到層級淺色也有作用顯色，紋路未變化萬千。嗰種貼上嘅有太湖山下嘅部位也就好名聲。因地而異啊，也地質嘅關係吼，而產生嘅石頭結構不一樣。我哋屏東嘅鐵砂嘅同老農區嘅，一路也結構上就比較屬於塊狀，塊狀。差不多10公分到30公分左右，有啲做太多人做煙台嘅一個需求，有種嘅石頭要對太湖山留下來，講輕度也輕度，但是可以做石頭嘅磨一朵量。我哋這個石頭我哋貴珍貴，因為它量不制作，不是每一顆都可以做啊，要一定嘅水準，它可以做咁樣煙台。對河壩上飲進來嘅鐵砂嘅，愛做成咩盤、頭衣鋪，愛先洗槍來，再過來透過專業嘅工具，撈石頭開沖。佢拿石頭嘅質係唔係有損冇插質，長出嚟工藝要就鐵砂嘅有合適做咩盤模。因為底部一種嘅鐵砂嘅吼，底部有很多表面上有紋路啊。或者靠天有紋路，也去走向，它在裡面這個游走的嗰種嘅，嗰種嘅紋理啊，或者先取得一個大概的認識，認識後嘅講，開始如果整理上嘅，就開始學開沖，你開沖起來，冇天人可以做，而且底部有筆線，而且有奶質嘅底部，你都唔可以做，佢都淘汰去。空印後，生頭嘅質地有完整磨過後，林國基就會顯明。對生頭嘅形呢，
理想做得當批嘅咩詞體色同圖嘅，對言詞、詞調都有調，詳細嘅調出相當當中嘅作品。像有啲濕條吼，伊不見得係全片，吼，有啲有濕條有高低落差。我哋創作伊嘅時間吼，我就來看講，一塊突出嘅部分可以提供我哋創作什麼，吼，創作嘛嘅，我哋攞一面嚟，幾下攞一面嚟，都可以說構圖講嘅，譬如講我想到講，一粒鬼適合做牛紋玉。牛尾高水吼，講一做有塊龍旗嘅話，我都做牛紋玉嘅設計，吼，一路咩糖我都做啲個，而家啲學嘅泥，哦，啲泥糖嘅嗰隻嘅啲，到紋玉我都雕得牛嘅啲啊。行業連國記嘅工作室，做單項、廚衛項、黏嘅生頭藝術品，仲係各種大型嘅咩盤咩皮墊、銅物、瓷物，從嘅粗細加甜嘅滋味。認真作品粗細，填充為皮墊生頭嘅顯熱同溫度，各種面孔創作都係第一嘅。連國記頭擺起嚟正一捲意，喺馬祖家下受到軍中總管嘅影響，佢開始對生頭有嘅興趣。退休過後，佢轉到屏東內埔老窩，全心弄成去做生頭藝術創作。無從師傅做先係自家好嘅，自家問出來嘅。畫圖吼，國中嘅時間我都真會畫，甚至有得獎，幾下都潛移默化都有學到一些。都好創作也會咩盤嘅時間吼，都把我以前畫嘅素描專長入來，入來之後都把鐵砂嘅當做一塊畫布嘛，我就把它在這邊做文章嘛，就是來做雕刻。我是無師自通啦。連國記設計好，創造出豐富又多樣嘅貼上嘅作品。做題咩盤含有筆架、用冊，含結合嘅客家信仰文化，發展出文工業、從利旺嘅文創商品組合。希望將來可以方便做內埔嘅特色產業。濕條地碑，它表現出來哈，不管在現在還是未來，它都有在呈現。只是說我們冇深入一了解濕條嘅本質體內，搞濕條本質。假如你條入嘅時候，我哋會入面。入面嘅時間，我哋用呀，攞填出一條路出來。譬如講我哋從一濕條轉化成一啲結合同地方文化，一個創作，有呢一條路。台風上下嘅波貼上嘅，還做得特別粗型盆栽、書法野雕，變做一項做得收藏觀賞嘅藝術作品。做出嚟嘅特色咩盤，還弄繪出有烏有金頭嘅咩色。連國記將貼上嚟嘅質感發揮，唔但將從粗生切，咪將一粒一粒碰色嘅生頭加甜嘅藝術加持。